因今年16第3節樣講，家啲咧台灣嘅經驗去講，因為到我母主簽下掌手上帝嘅戲，因為我母主簽下看守上帝嘅恩典嘅戲，看守上帝嘅愛嘅戲，大家得到強嘅力量。係講大家有問題時間你喺度，有痛苦時間你喺度，大家嘅母主簽下望上帝嘅恩典嘅戲，望上帝嘅愛嘅戲，因為上帝嘅愛安排對自間人類，呀一個真理要本自家特性，一個真理要帶自家獨立，嘛今日自家在世間你喺度，自家依靠嘅，自家嘅盼望，簽下出去並在上帝在耶穌基督裡面，因為佢簽名嘅主，當自家嘅母主掌手嘅戲，冇將嘅問題嘅戲，因為佢將嘅問題嘅問題，咪自家痛苦，咪自家弱，係或者冇做將上帝嘅戲，咪自家強，因為將上帝嘅戲，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愛，要救乜自家，上帝祝福佢。